到了，太子人呢？娘娘，这儿并非是江北大营，而是通往江北一个最重要的货物中转站。军中粮草、物资等等都是从这儿中转的。哦。哟，什么大事能劳我女神姐姐来这儿啊？随军家属，身不由己。看惯了军中的装束，你这身儿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，肯定能流行起来。流行什么呀？这种制服诱惑早都该过时了。我呀，这是掩人耳目。娘娘，我们还是快点赶路吧。看见没有，我可没有闲工夫在这跟你瞎聊。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别走啊！就，哎，别走啊！就，回头带的桂花糕跟你慢慢聊。就。哎，我问你，去江北营中走哪条路啊？这条最近。那个方向能到江北营吗？那个方向刚好与江北大营相反，是去往青浦的方向。坏了，我觉得这个李侍卫不对劲儿。那个方向能通往青浦吗？这条路不好走，但是条捷径。快，速速通知九王，让他往青浦方向去。是。没错，娘娘，这就是通往江北大营的方向，是娘娘记错了吧？啊，确实是我记错了，这野外的方向我哪有你熟悉啊？哎，该不会是什么谋杀案让我撞上了吧？我和他没什么冤，没什么仇，他为什么要杀我？不行，这下麻烦了。哎呦，我肚子疼，我上厕所啊，我上厕所。娘娘，对不住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救命啊！姐姐，我来救你了！杨言。真的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啊！什么猴子？是我，我早通知九哥了，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来接应咱们的。你受苦了。哎。杨言，姐姐，你醒了？你九哥他人呢？正审问那刺客呢。你在我府中潜伏了数月，心甘情愿地做一名家丁，不辞辛苦地清洗夜壶、打扫茅厕，现在却来行刺太子妃。你既说无人指使，我倒要看看
你是何居心？我无话可说，但求九王赐死。死我也会让你死个明白。你以为我现在才注意到你吗？你到我府上的第3天，我便派人查清楚了你的底细。你是谁派来的，我早就一清二楚。只是我不知道你和你背后的主子到底在谋划什么。既然你早就知道是谁，又何必过了那么久也不杀了我？现在却来审问我。本王还有一事不明白，你在我府中潜伏了数月，一直没有动静，却在江北现了形。我想不明白，你为何要对太子妃下手？今日事成，我定不会亏待各位兄弟。兄弟们都已经到齐了，现在就等候你一声令下了。今日把他们一举拿下，通通拿下，全部拿下。忍了这么久，本王就靠今日翻身了。我看今日过后，谁还敢在我的头上拉屎？你可知道这刺客是谁派来的？这一路上也有想过，只是不敢相信吧？那刺客我已经审完了。是齐胜吗？他竟对我下如此狠手。开始我也想不通他为何会对你下如此狠手，但是在审问了刺客之后，我终于明白了。太子妃深更半夜被我的家丁带走，遇刺，罪责就全部都怪到了我的身上。齐胜真的是好计谋啊！他为了除掉你，不惜牺牲掉自己的太子妃吗？对于一个即将要登上皇位的人，一切不过是浮云流水般，不足为提。九王，我知道，你也是想得到皇位的人。如果是你，你也会这样做吗？鹏鹏，我定是不会做出这种绝情绝义的事。我与齐胜的不同也恰恰如此，我的心是向着你的。还记得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吗？记得。那你此时觉得平安康泰、衣食无忧的诺言，足以让你相信了吗？此时此刻我受了如此大的刺激，还不能急着答复你。好，我不会急于要你的答案。我到底犯了什么错？齐胜会对我下如此狠手，还这么着急？